大家好，又係我洪氏人報料時間，一連兩集，子珊再約王嘉爾，今個星期日晚9點半翡翠台有得睇啦。今次世界巡迴演唱會，王嘉爾身兼多職，擔任統籌同總監，由服裝、舞蹈編排、燈光及舞台效果等全部親自參與。為咗將演唱會做到極致，花咗8個月時間籌備及2個月時間搭建幽靈城堡。王嘉爾將率領嚟自世界各地共70人專業團隊，展開預計為期3年嘅音樂之旅。親赴泰國直擊王嘉爾巡唱盛況嘅黎子珊，穿梭街頭同王嘉爾嘅巨型宣傳海報及花式應援宣傳物品打卡，羨慕死我。除咗海量粉絲應援物品，唔少粉絲更由世界各地飛赴泰國支持王嘉爾巡唱頭場。有鐵粉接受子珊訪問時透露，門票一票難求。不但有人要排2晚通宵撲飛，亦有不止一位粉絲指黃牛飛最貴竟炒至2萬港幣一張，十分誇張。出名寵粉狂魔嘅王嘉爾，今次同350名粉絲單獨合影之餘，仲響巡唱環節中加插邀請粉絲上台環節。被選中嘅4名幸運粉絲，可超近距離與王嘉爾貼身互動，包括拖手、對望及摸面等等，應該有唔少人會嗌放開個男仔。王嘉爾巡唱安歌環節，仲會邀請家人及好友上台開派對。王嘉爾更同父母響台上溫馨互動，夠晒乖仔。王嘉爾父母接受子珊訪問時，亦對阿仔讚不絕口。媽媽話挫折入面見到王嘉爾成熟咗。爸爸指逆境係有一個適應過程，但覺得王嘉爾內心仍然好堅強。長氣啲再提提你，今個星期日晚9點半，我哋下次見。